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台积电今日表示，经过评估，在现有的条件之下，未搁再考虑进驻桃园龙潭区核园区第3期。经菲律宾代表齐培用经驻泰国代表曾锡汉得出申诉了，调查案件了后有成绩，外交部已经函送监察院处理。哈马斯头一届公开这真实影片，讲因手头有200多人，伊拢也经过以色列若准拍加沙，这反恐组织会发动攻击。讲到这桃园市龙潭区核园区第3期扩大土地征收计划，引起在地居民的不满。这台积电今日表示讲，经过评估了后，在现有的条件之下，未搁再考虑进驻龙潭区核园区第3期。为了解决台积电2奈米以下扩厂用地，地科管理局规划龙潭区核园区扩建第3期计划，引起当地民众造成的自救会抗议。对此，台积电发出声明表示，经过公司评估了后，现阶段条件未搁考虑进驻龙潭园区3期，维持过去扩厂步调，继续甲管理局合作评估台湾适合半导体建厂的用地。回溯到2022年的地方的一个县市长的选举的时候，当初政府所开的一个政策的支票，就是希望台积电去那边去设1奈米的晶圆代工厂。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其实台积电都从来没有说过要去龙潭那边盖晶圆代工厂。在我的看来，其实就只是一场闹剧而已。其实早伫今年7月，台积电总裁桂德嘉伫发说会就公告，2奈米会预计伫2025年量产，所以根据台积电规划，2奈米制程已经先伫竹科宝山建厂中。高雄厂也因为28奈米改2奈米先进制程，厂房需求变更设计中。那中科除了规划2奈米，下看扩建进度无排除延伸到1.4奈米。虽然台积电表示，先进制程主要产能留伫台湾的方向无变，也毋过发说会进前传出可能调降今年资本支出，也引起外界关注，敢是会影响未来1奈米生产布局。那我们也会在协寻土地上面，还有相关的水电的协助，一定都会全力来配合台积电。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的厂的设备机台将会延迟进入到亚利桑那州的厂，所以说台积电这个时候的话，一定就可以调降它的资本支出。1奈米目前其实还在研发的阶段，估计大概也是要到2027年左右才会正式的导入量产。王美花强调，佮加上最近伫 AI 晶片的事件，台湾拄好有先进晶片的制造甲封装，所以带动 AI 电脑主机供应链的加价，包括电脑主机在帮散热器、显卡等，佮一摆体现台湾是全球重要的供应链，所以台积电未来扩厂需求，政府一定会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核园区管理处推动龙潭区核园区第3期扩建案，引起在地居民反弹。不过，台积电宣布要去抢房了后呢，这地区管理局是表示讲，会重新来调整扩建范围。有一寡居民讲，这台积电无要来是真可惜。不过，反对征收私人土地自救会成员是呼吁地区就要赶紧撤案，若准无者是要抗争到底。加入西乡园社区的路人。两边边仔拢挂白布条，表达强烈反对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的扩建。住伫遮已经20多年，姓朱的负责人，平常时靠资源回收来照顾一家伙仔。伊讲伊住的所在若是去互拆掉，新的厝伊根本就买袂起。伊讲政府硬要征收土地，是要逼因开口走行地路。我们的征收房就跟那个破铜烂铁一样，它的安置房是钻石，我们买得起吗？一个厕所我们也买不起。祸国殃民，是不是要逼我全家在里面荡秋千给他看？龙科3期的扩建案面积要到160公顷，八成外是私人的土地，有居民一路表达反对。地科嘛伫9月讲，排除南平密集的主题区。虽然几啊工前，台积电甲自救会会谈当中表态，放弃伫当地起工厂的计划。不过自救会认为讲危机还未解除，地科并无讲要撤案。我只能说我们的政府很厉害，玩阴的很厉害。摆明的就是国家跟我们老百姓在抢地，摆明的。最终我们最希望的是你案子就直接拿掉。在扩建的预定地附近，会当看到买土地广告，有居民讲土地价销已经翻倍，翻了好几倍哦。是很多人都想要卖农地吗？当然很多人想要卖啊。有居民讲，伊理解反对征收者的处境，
不过认为大家店若无来真拍算，伊希望有开发，阁无希望环境受到迫害，心情真复杂。当然是复杂，因为我对环保意识是非常注重，不做是有点可惜啊。地科管理局顶日表示，扩建案是为着让台湾产业自落升级，毋是为着雇一个厂商来承受土地。因应地方无共款的声音，会重新调整扩建的范围，评估用地需求。原本10月份要举办的第2届公听会延期，不过自救会强调讲，征收无符合必要的条件，而且违反宪法保障的生存权、财产权、甲基本人权，19要搁去地科管理局来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个姓陈的司机，因为伫咧加油站用歹听话甲员工吵，落要去互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也依照公然侮辱罪，甲伊判刑3个月，或者是会当罚金9万。不过最高检视认定讲，这项判决已经违法，已经超出着法定刑路。检察总长进前也依照这权提起非常上诉。地方法院也讲，这法官案件伤过济，才会法条用唔着。原本顺利的加油，向阳弯起来，客运车司机喜气冲冠，大声的骂加油站员工。中本70的姓陈司机对工作人员不满，信用卡结束了，直接就洗车棚，用歹听话甲请案，员工生气，直接报案。讯后依刑法公然侮辱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开喙就是歹听话，检方依法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审查了，认为司机无尊重的观念，直直强辩要下责任，连伫法院就大细声，拢无悔改，照公然侮辱罪判刑3个月，会使一科罚金9万。双方无搁上诉，伫专案定案了，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台北地检署的执行科发觉要执行这位陈姓民众的时候，发觉他的最轻的刑度跟他的判决刑度是不相符的因此台北地检署主动提起申请非常上诉。法院的谈判最高检指出，这是违法判决，毕竟公然侮辱罪法定刑，敢若有区域，也是罚金上悬9000块，违背法定宣判。台北地院解说，审审法官一时无说理，用唔到法条。我没有跟他确认，他那个时候是真的有关于刑法309条的这个法条，他是误看到第2项了。当法官知道他自己的判决违背法令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自责。准讲唔是超过的，不过做出不当判决，法院照相关规定，对于法官会做出后续的处置。最近3年统计，提起的非常上诉，每年大约有100-200件，原判决被予废弃，比例拢有到70%。记者综合报道。经过半年的筹备，台湾驻米兰办事处伫当地时间16挂牌，真侪位对台湾友善意大利官员拢有来到现场。不过，进前呢，这驻外管处标出胜诉了风波，调查也出来了。这前驻菲律宾代表齐培勇，也有前驻泰国代表曾石汉胜诉了案拢有成立。外交部已经把这相关的审计结果函送监察院处理啊。大家准备好了吗？1、2、3。经过半年的筹备，咱国驻米兰办事处揭牌，宣告正式运作。包括今年6月要访问台湾的意大利参议院副议长钱玉友，甲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等等几个的意大利的政要，拢来见证台湾意大利关系有新的发展。头一任的处长林赞南，还搁现场唱意大利的欧佩拉。台意关系近年迅速成长，双方在经贸、工业、科技、文化、学术等领域交流频密。意大利国会去年3度通过友台决议案，充分展现意大利对台湾的强力声援。外交部长吴钊燮嘛透过影片表达祝贺，讲意大利是台湾伫后边的第3贸易国。这几年双方真正互动，希望加强交流。不过，伫新办事处请人开幕的时阵，第2日驻外使馆连续表出胜诉了的事件，调查的结果嘛出来啊。3个申诉案分别经过外交部性骚扰申诉委员会审议，性骚扰均成立。菲律宾的徐前代表是记大过1次，黄姓外交官是记过1次。那由于庄前代表他是政务人员，3个案子的处理结果也都已经函送监察院。前驻菲律宾代表齐培勇，向表出在任的期间，硬甲菲律宾籍的女秘书长硬甲金登记胜诉者。前驻泰国代表曾石汉，
嘛去女秘书指控讲，伊伫车底扭伊的手，过程有较8点钟，而且一直叫伊去房间内底讨论行程，互当事人是感觉真惊吓。一个县委员外交官是去互一个前外交人员发文公开讲，伊会传信息，甲用私密相片甲伊骚扰。外交部表示，这3件性骚扰的案件拢有成立，相关审理结果嘛函送监察院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造畅水南逼出机密涉内风波，协助台湾的南韩工作人员已经和南韩政府起来了。外国媒体路透社的报道也指出讲，这南韩为着避免和中国经济制裁，去年尚无起诉3间南韩的国防厂商。咱的国防部长柯国正也表示，目前咱的检调也已经在调查了。头一只国造舰南海鲲号当咧赶工打造，因过协助的南韩国防承包商所互南韩政府查办，才被风波摊烧。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指出，南韩避免萨德防御飞弹系统的事件个发生，和中国经济制裁，去年以违反无协法为由，起诉至少3间南韩国防承包商。国防部长柯国正17表示，会当讲干部知影这件代志。已经进入了检调单位调查化，我们不会去再多语智慧，因为讲了任何一句话被引用了以后啊，会穿凿附会的，就是造成更大一个波浪，就没有意义的。柯国正直接讲，烦恼后手的建造，要过投资者完成人一定要通过测评，未当无尽。针对南韩起诉国防承包商，敢是甲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去年1月将资料交予南韩有关系。柯国正表示，拥有的无适当。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出，南韩封调2间鱼雷管厂商，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涉密无可取，影响咱国处置技术。外交部长吴钊燮讲，有损国家信用。希望来协助我们的这些必要的国防的设施的时候，那如果接下来没有人愿意帮我们忙的话，损失的就是我们国家，损失的就是我们的国防。有些人在传说我们外交部有协助传递什么样的这些资讯，明确的表示我们没有，绝对没有。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当日起的新建案选害别人偷规栋厝起去的台北大直街，最近呢有民众听到家己的大的厝呢，又有这个壁开离去，甚至是石仔落落来声音。这门外口的高瓦壁也拢壁开落落去。技师来到现场鉴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落落去7公分咯，一直拢有伫咧落。不过也认定讲无随发生的危险性。但是这机关是认为讲这厝住起来袂安稳，市政府就要赶紧来鉴定。门自己关起来。原本爱用手关起来门，煞变做是自动门会家己关起来。这款无属常的情形出现伫台地林损案附近徛家的厝内，走开的态度嘛明显闭气，比船较大的镜头还会当伸入去，住户是惊甲唔敢搁大。感觉是有大，对啊，因为我大部分都在上面，我都会怕。其他台地的建案造成附近的人家厝落去，危楼的部分已经拆掉。不过附近的居民也是逐工提心吊胆地过生活。15个传出有住户，听到因家有闭气的声，搁有石头落落来。外口最高的阿毛头嘛闭气下陷。李柳第一时间赶去现场，嘛通报台北市政府，技术现场会勘了后，确认有落去，深度差不多7公分。有一些这个裂缝增加的情形，那代表说可能地层的稳定度有点不够稳定。那如果别的建案或者是之后要开工，一定会再影响那个地层的稳定度。那居民是对这个是蛮担心的。李长表示，结果技师判定无即时的危险，不过因为住址徛在这边拆危楼，才会去顶动到土坝，证实地层持续伫下陷。台北市议员陈义君要求建管处都要赶紧提供这个厝的安全鉴定报告，尤其基台边啊，当地的时间的建案，嘛互这个住户烦恼因的厝会搁一届受到损伤。好像我们台北市政府撤退之后，就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们说，我们每一天的监测的资料、监测的报告，房子是不是安全的？检察嘛持续侦办台地林损案，将基台台地建案有3个月检测各样数据几啊届互归零，展开第2波的约谈3个人，其中基台规划部姓强的查甫人以15万交保，其他的2个人是无保请回。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苗栗泰安的大安部路，昨有民众发现到一只台湾乌熊去踏到这山猪条，随来通报。这个林业保育署呢，含兽医是有赶紧到现场来把这乌熊救出来。目前是当咧治疗，若准无问题，会赶紧野放。台湾乌熊保育协会就呼吁讲，就要赶紧来推动徛命这个改良式蜡具。救援人员好咧来到山坡边，分出备份针麻醉台湾乌熊。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昨日接到通报，苗栗泰安乡大安部落一位家景园边啊，大概20公尺远的规定拿内有乌熊受困山猪条的吊索，经过检查，乌熊较无一个，有105公分、29公分重，麻醉后顺利甲救出。昨日中午接获大安部落族人张瑞庆通报，有一只台湾黑熊受困山猪吊陷阱。台中分署立即启动救援，会同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兽医师前往现场。黑熊经麻醉后，于下午4点40分顺利脱困，后送生多所乌石坑研究中心医疗照养。互人抬死的东宝山台湾乌熊，在身就捌几啊摆踏入陷阱。大细山的台湾乌熊是前脚受困山猪条，哪像最后脱水死亡。台湾乌熊保育协会讲，要追查非法设置山猪条非常的困难，建议政府规定乌熊分布的关键地区禁止放陷阱，该赶紧推动生命这改良式蜡具。一定都会有执行上的困难，因为有些可能是放了很久，然后甚至连放的人自己他都忘记到底是放在哪里，或者是什么时间放的。毕竟操守不是每一个操守上面都有绑名字，新的改良式操守这个地方，它是有希望可以纳入实名制的这个管理这样。林业保育署讲，当时套索的过程有2段，推测救援地点毋是乌熊仔囝落陷的第一现场。若是要追查下山猪条的人，不只困难。另外，乌熊仔囝目前伫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疗养，精神真好，抑阁对人有真强的警戒心，前脚小可整整。医疗若观察无问题，会赶紧野放。记者综合报道。伫宜兰外澳的海边啊，早起有民众看到2只海徛，这身躯顶有真侪空嘴倒伫海边啊。一只较大只的已经死了，另外一尾呢是由海巡人员家束好正保持湿度。经过兽医的评估，讲这活体受冻伤真歹复原，敢若会当用人道的方式甲伊安乐死。落尾呢来甲伊带回去验尸，了解这酷衰原因。画面内底这只观察头，伫海沙坡顶悬靠搭，果要会震动，民众赶紧通报海巡人员。宜兰头城外澳的海沙坡17早起6点，有民众看到2只观察头伫海沙坡靠搭，有一只已经明显死亡。我家的窗户往外看，就发现怎么沙滩上有一个很像海豚的东西，所以我就赶紧就是下来沙滩去看。而且有帮忙。海巡人员搞要挖了这只观察头，用毯仔包咧。蓝水保持淡湿，等警推协会甲兽医来现场检查甲救援。这只死亡的观察头，分数有292公分长，迄若活这只是157公分，2只分数拢伤痕累累。安怎造成这个伤？甲扩大的原因也要调查。未少民众嘛真好奇去现场看。那活体的部分呢，我们稍晚会有精准协会以及合作的兽医师到场进行那个个体的检伤，个体。上存的那个野放的一个条件的话，我们会采取就是以野放为主。官府农业处表示，死亡的这只观察头会交互警推协会解剖，理清死亡甲扩大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咱讲正会部前，这巴勒斯坦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昨日头一届公开真迹影片，这影片当中的女性是21岁，伊有法国和以色列公民的身份。哈马斯表示讲，因手头呢是有200个到250个这个人质，而且有人质伫咧以色列的这个空袭当中来过往。也若讲到以色列这部分呢，是有450名科技人才，因利用专业技术伫咧找找失踪的民众。哈马斯民兵昨日头一摆公开一段影片，影片中的女性讲家己是21岁谢母，伫一场派对上互掠做人质，希望赶紧回到家人的身边。谢母的脚手骨受伤，绑着好带，当接受治疗。影片公布了后，伊的家属证实，这名女性确实是有法国甲以色列双重国籍的谢母。
哈马斯切切对以色列发动偷袭，掠民众到加沙走廊做进击。以色列政府指出，大约有199人被掠到加沙。哈马斯是讲至少200至250人。ولكننا نؤكد بأن العدوان الصهيوني الغاشم على المباني والبيوت وقصف البنايات دون سابق إنذار أدى إلى فقدان 22 أسيرا منهم لحياتهم حتى الآن。过去9天来，以色列有450名志工，多数是科技业的专业人士，因网络手头工课，利用 AI 面部加语音辨识系统，协助民众找找失踪的亲人。There was a live video of how they enter into different rooms and slaughtered children and horror pictures. And what they do now is they go one by one and they remove those videos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at we basically monitor that and we analyze those videos. 目前卫星相片显示，以色列伫加沙北部的边境部署400多台装甲车加其他车辆，显示可能真紧就会展开地面行动。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警告，一旦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攻击，有计几点钟之内，支持加沙的相关反恐组织，就会对以色列发动先制攻击，冲突恐惊会搁进一步升级。以色列也继续针对黎巴嫩境内亲伊朗的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佮宣布疏散伊国北部28个地点的居民。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美国总统拜登准备伫咧10月要去以色列访问，哈马斯表示讲，这战争爆发较大，目前已经有2750人死亡，9700多人受伤。即马后面呢，也要用人道方式，透过空中管道运送这物资去到加沙地区。那美国方面也安排邮轮撤侨。双方原的情报是9人，不过过去10天经抢的大部分拢是死亡。这一天，这群人拢挡不掉路。加沙走廊百姓处境是真歹，还阁无确定什么时阵飞来轰炸，国际社会高度关切。后面宣布要开设人道空中管道。Humanitarian aid for civilians in Gaza to 75 million euros, and we are launching an EU humanitarian air bridge to Gaza through Egypt. The first 2 flights will start this week. They will bring humanitarian goods to Gaza. 美国宣布，总统拜登要伫10月访问以色列，因为即马的修正时机真敏感，而且佫提前公布，真罕见也是冒险的选择，被认为是伫安全甲政治上的大挑战。路透社指出，也佫可能为拜登带来长远的外交利益。相关消息发出的时阵，国务卿布林肯人就伫以色列甲总统纳坦雅胡顶正式对过开会。The president will reaffirm the United States' solidarity with Israel and our ironclad commitment to its security. He's deployed 2 aircraft carrier groups and other military assets to the region. 因为加沙情势真危险，美国展开撤侨行动，为以色列海法港准备撤侨船只接近赛期去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各为其他管道等到美国。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一桩枪杀案，这凶手打死2个瑞典人，也佫1个人受伤。枪手伫咧开枪之前有大声喊真主至大。比利时当局认为讲这是一个恐怖攻击，也是警戒求到上界关键。开枪了后，逃亡的突尼西亚籍嫌犯也伫咧警方追捕过程当中，互警方弹死。警车开入枪击现场，大批警员在场戒备。比利时布鲁塞尔街路发生一件枪击事件，一名枪手穿荧光橄榄色的外套，骑机车身后开几啊枪。有看到人指出，枪手开枪之前大声喊“真主至大”。Orange, je suis encore sous le choc parce qu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assiste à une fusillade comme ça et le gars il criait et à un moment donné moi j'ai entendu juste des coups de feu, je suis resté figé en fait. Je savais pas, je voyais 2 personnes courir. 比利时当局将这件枪击案定调是恐怖攻击。一名家己讲是枪手的人，事发了后也伫社群媒体发布影片，讲家己杀害3名瑞典人。警方证实，2名穿瑞典球衫的瑞典公民掉弹身亡，也有1名客人车司机受伤，无生命危险。因为枪击案发生的地点离普安社国王体育场只有5公里，迄当时场内正在进行欧洲国家杯卡球足球赛。
瑞典甲比利时的比赛也伫中场休困的时阵被迫取消。Frustrated, confused, scared. I think everyone was quite scared. 警方要求瑞典球迷先留伫球场，迄当时有约35000名的球迷伫球场立几点钟。布鲁塞尔也将恐怖威胁为立即提升到上悬等级的4级。比利时总理德克鲁是伫社群媒体 X 上发文，对这件袭击事件受害家属表达哀悼。公司新闻电话林编译。罗西亚发动俄乌战争了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头一届出访，今早起去到北京参加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倡议论坛。普京会伫咧明仔载开幕式顶头发表演说，而且也会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罗西亚总统普京今仔日早起去北京，由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去迎接。今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出10周年，普京受到邀请参加17甲18这2天举行的论坛峰会，而且按照明仔载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Да,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кто-т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 ее как попытку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го-то под себя подмять, но мы не видим этого. Мы видим просто желание к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10年来，中国透过输出基础建设、发展外交，延伸到东南亚、南亚、欧陆甚至非洲，亲像积极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让中国西部会当透过巴基斯坦直透印度洋，建立去中东的路。也若甲印尼合作的东南亚头一条高铁雅万高铁，嘛伫顶一日正式投入营运。印尼总统佐科威17甲中国总理李强举行双边会谈，强调中国已经加做印尼上界主要的贸易同伴，还佫有第2大投资的来源国。不过嘛，分析指出，即马中国经济放慢，国际局势变动，还佫有国家内政复杂，一带一路几啊届互批评是债务陷阱，互后续发展面临未少压力。G7的国家当中，唯一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意大利，到即期并无看到实际上的好处。有风声讲，因特别退出，嘛，互“一带一路”的未来充满无确定性。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韩国2年一届的国防航太展对17开始到22日，伫咧首尔南边的湘南空军基地举行。会场内面上界影目的，就是南韩参考美国 F-35甲 F-22战斗机所研发的 KF-21。就专家去估计，讲这南韩的对外军售伫2022年有达到美金179亿。这是2023年8月，波兰举行后冷战时代上大规模的阅兵典礼。来自韩国的 K-2型主力战车嘛出现伫阅兵的行列之中。事实上，波兰会使讲是韩国军火出口的大客户之一。除了总数有1000架的战车出口甲授权生产了外，阁有超过200架的 K9型自走炮，嘛豆豆啊正做波兰陆军的主力。波兰为着强化东部边境的防卫，重新组成第18个机械化步兵师，并且按2023年开始配备韩国的 K-239多管的火箭，总数有到288架。比韩国家己在用的搁较侪。伫空军方面，韩国航太工业 KAI 出品的 F-A50轻型战机，波兰嘛是上大的海外买主。即寡重要外销军品，拢伫2023年度的航太国防展现身。서울 아덱스는 항공우주와 방산기술의 현재와 미래를 한자리에서 볼 수 있는 국내 유일무이한 자리며 세계적인 관심을 끌고 있는 우리나라 산업이 더욱 도약할 기회이기도 합니다. 韩国的军火外销买主当然毋拿波兰，包括北约组织的土耳其、挪威等国，拢用买卖也是授权生产的方式，摕到K9自走炮等重要军备，也来 F-50战机、甲 T-50高级教练机，是以印尼、泰国、菲律宾等东协国家为主。另外，展览会场上显目的韩国后一代新战机 KF-21，外形和美国的 F-35和 F-22不假相像。除了采用和美军 F-18战机相像的子公司引领，航空电子和武器系统嘛袂少欧美厂商参与。上时阵，因为印尼嘛有投资研发计划，所以未来的印尼空军嘛会使用 KF-21新战机。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
疾管署公布，今年上细汉的流感死亡个案是伫咧南部11个月大院啊，伊感染了后呢，引起肺炎、心肌炎，加入去这家护病房，当天就来过往，对发病到死亡只有3天尔。另外，这天9日的疫情也搁伫咧严重，顶礼拜搁增加7例死亡病例，而且也增加一个院仔伫咧妈妈腹肚内面就感染到天9日的案例。天9日疫情又进步，顶礼拜全台增加1521例天9日本土病例，其中包括一个母仔囝对感染个案是北部新生儿。母亲产前捌感染天9日个案出事5天了后，有发烧症状，经过采检了后也确诊，目前查某婴由原咧住院治疗中，这也是今年8月以来第2例母婴对感染天9日的个案。小朋友在出生之后，那其实是没有回到社区的，他一直是在医疗院所，所以我们推论呢应该是这个妈妈在这个生产前感染到了登革热之后，那经过这个胎盘啊之类的这个途径，然后传染给小朋友。另外，流感疫情也继续发挥，出现本流感季年纪上细汉死亡个案是南部11个月大的查甫婴仔，有先天心脏病，因为继续发烧未退，活动力下降，送医急救的时已经引起休克。带离家护病房迄天就不治死亡，未发病到死亡只有短3天。经过检验检查的结果，发现是说他已经有并发肺炎跟心肌炎的情形哦。那他在这个收治住院之后呢，虽然经过这个积极的治疗跟抢救哦，那不幸还是因为病况变化的比较快，所以在住院的当日就不幸的过世。另外，相关疫情也搁反苦，顶礼拜新冠肺炎并发症有43例，比前1礼拜提升。搁头一摆检出 BA.2.86 变异株境外移入个案是 Omicron BA.2 主带变异株。疾管署再次呼吁民众，新冠 XBB.2.5 疫苗对抗目前流行的变异株，拢有免疫保护力，请符合资格的民众赶紧做减少感染甲重症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诈骗集团要求民众爱去银行设定约定转销，对民众哄骗一届就哄骗几落百万。金管会表示讲，按算11月底会提出3个办法来防止。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靠银行也有警觉来协助，已经成功收掉48亿啊。那这约定转销的部分也会加强管控。诈骗手法真侪种，因为网银约定转销hạn价会当达到8万以上，颠倒予诈骗集团有机会快速洗走大笔金价。金管会初步建议3大方向防堵，上紧11月底确定。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临柜组诈已经有真好的效果，约定转销也要强化。我们在临柜主诈的这个部分呢，已经有48亿的这个经费被阻拦住。那这一次金管会要推出来的这一个预约转账的部分，也是一个主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银行局会要求银行业者新设约定转销服务的时，需要对客户做 KYC 等评估，像无用过也是真少用网银的人，甲高龄者需要评估敢是符合使用习惯。第二，观察新设约转户的销户数敢是异常，像一摆设真侪的约转销户，需要了解客户用途。第三，根据约转销户的联防机制，有立委提起一夜式的广告诈骗，犹原是真侪。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接到报案，网络平台会伫24点钟来摕落来。民众报案的这个平台有一个大数据，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个资料，也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案件的一个状况，我们会有一个警示的清单，会给我们的包括财政部、海关等等。另外，超商付费领包裹诈骗，林佑昌表示，四大超商拢有相关的退汇退款机制，强调打诈需要政府甲民间业者同齐来拍拼，才会当杜绝诈骗挖进你甲我。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进前公布各县市顶半年的失业率，高雄整体失业率有较降到3.4%，不过这青年失业率却是增加到11.1%。青年局表示，讲是因为工作形态也有观念的转变，少年人介意新兴产业或者是创业，就算是收入较不稳定也不要紧。不过，这传统的劳力市场和传统产业已经无法满足这少年人的就业需求啊。青年伫就业博览会下里聊面市，希望找到稳定的工作。主计总处顶日公布各县市就半年失业率，高雄虽然较县市合并增加3.4%，也毋过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比起去年的9.5%，煞波降颠倒升到11.1%。
和民代集期市府即个政策失效，为此青年局反驳是传统劳力市场无法度满足青年就业需求。他们逐渐转向透过这个网络，甚至是新媒体来销售他们想要销售的产品，又或者来进行他们可以有的这些创新的服务。外省平台自媒体等新产业崛起，加上政府有意扶持新创产业，让青年转向新兴产业也是创业，共享也是行动办公室需求也得以增加。以不离共创2号基地共享工作空间甲点名为例，8月开放到单，平均使用率已经达到50%。就是觉得时间上会比较好安排之类，因为它可以比较能够获得可能个人生活跟工作上的平衡。倒啊，以后一台笔电接落来就当工作，虽然收入较无稳定，煞有更较侪自由甲时间去实现自我，食饱穿烧，不是少年的规划目标。用这种方式可以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去接触平常可能关在办公室里面没办法接触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工作形态甲观念的转变，让青年无愿意搁投入劳力密集的团产，也是普遍加薪的服务业。政府表示会随时调整跨局处推出相应课程，辅导青年就业创业，继续对失业率经济应对政策。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总统大选，外界拢在关注这拿白合的进度。柯文哲办公室是提出讲用全民调来解决人选，总干事黄珊珊也讲。要讨论就爱去讨论，会当真正去做的。也若是要协商全民调，双方会当见面。不过校友会办公室的执行长金溥聪是认为，民众党伤过强势，拿白合不是赢的，就爱全占去，爱有存久的方案。另外，当咧拼连署的郭台铭阵营，因是认为讲，和这民众党有真大的合作空间。上次总统大选，国民党校友会到新竹苗栗作势，也不过拿白合列出会证会，一直拢无确定时间。校友会阵营17等出拿白合会议建议方案，民众党柯文哲阵营是提出全民调2方案。柯办讲要讨论全民调，双方会当见面，也不过校办强调，希望坐落来讲中和的方案。如果要讨论，就是要讨论具体可行的。那也很谢谢金执行长，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真的很辛苦了。我真的是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们不是在要打淘汰赛，我们应该是合作起来，组成一个联队，共同努力推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柯办2方案 ，A 案比较国民党2020总统初选方式，用对比加互比地形，导入郭台铭；B 案比较民进党2020总统初选方式，用纯对比式民调。校办是等出3规划6方式，希望量早会谈讨论民调初选加开放式民主初选的综合方案，费用各出一半到封闭方式，双方拢有坚持。若被安怎合也各有变数，也毋过传出继续重启连署的郭台铭，有意甲瓜地也协商。过瓜合，郭台铭办公室表示，未来甲民众党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我心中非常清楚团结是胜远的唯一方程式。在野政客也有条件，另外一边，民进党热强调出席台北胖子店，发声要将台湾打造经济大国。我希望未来我能够结合台湾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共同打造台湾在经济上成为日不落国。罗清德也出席台湾美国商会活动，讲到接种理念要继续有关宣传。记者综合报道。第12届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伫今下晡举办，这摆得奖人有来自歌戏界廖庆基老师，也有结合传统文化甲当代艺术的张启典，而且也有这20多年来。伫咧关注环境议题公视节目《我们的岛》，带观众朋友来看因对文化贡献。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坐歌戏后辈决定看歌戏第一颗弹廖庆基上台，伊一世人注心咧歌戏演出，也深入社区传统歌戏，得到文化金韵奖。希望咱台湾歌戏土生土长的艺术，会当久久长长。发展落去，在此跟在此为传统歌戏，令得继续保存。
台湾民间信仰，若亲人过身，办丧的时会烧纸厝这寡物件。艺术家张启典以传统古早文化结合当代艺术，变做影片，得到青年创意奖。有几个作品是包含非常 local 的生活，那像是在菜市场会看到的一些扁掉的死老鼠这样，那也是我的作品之一。但它是用纸做的，重现这样。用镜头互大众关注环境的议题，公共电视的节目《咱的岛》20几年来千外集的节目，深入台湾每一角市，带观众关注环境，得到社会改革奖。那我们也很忧心，有很多不公义的环境政策正在发生，尤其在政策的选择上，往往环境、生态、土地跟社会弱势是被牺牲的。那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危境之战。因那台湾有侪侪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人口，但是定互人歧视。南洋姊妹会踮伫台湾要30年，做消除歧视的工作，也推动改革，得到人道奉献奖。因那噶玛兰发展协会伫花莲团线噶玛兰族桥要失团的技术，用建筑师做出一匹布，得到在地希望奖。总统蔡英文讲，这款得奖人拢来自无共的背景，但是拢在展现台湾多元的文化，深化台湾文化的内容，拢是咱尊敬的对象。记者阮条水台北报道。文化部的文协奖2年一届，今年是由秀琴歌剧团的团长阿牛张秀琴提到，也有陈定波基金会董事长陈立碧、大龙帮保安宫董事长廖武迪等人，计共有15人。这寡人拢是对台湾文化有真大贡献的。透早8点来装台，装台来点外搁彩排啦。来彩排了，妈妈卖骨牙来搁化，因大家落去摆椅啊啦，椅啊那起来搁化妆啊。搬歌戏，互人看背后的准备是真热烈。自国校3年就开始学戏的张秀琴，1986年成立秀琴歌剧团，一年搬200多场，佮参与社区工作，注心传承歌戏文化。台顶啊唱到大马啦、7里啊、10年啊，就感觉讲这种物件真正足水的，爱上歌仔戏，所以。一做落，到即马50年啊，佫继续要佫做。佮有陈定波基金会的董事长陈立碧，伊也是陈定波的孙，伊注心推广台湾日本战后时代的画家陈定波的画作，互大众认捌台湾这片土地的过去。想去了解台湾何去何从，台湾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台湾人如何定位自己？那首先，台湾就必须了解。这个岛屿的身世。台湾文化协会是日本时代由台湾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推广台湾的文化甲本体意识。文化部第2001年文协8年创立文协奖，感谢推广台湾文化的人士。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们乐于做世界公民，都是在那个年代提出的。文化协会的精神应该被传承。唔那张秀琴加陈立碧，佮有台北保安宫董事长廖武迪，推动关注民文化的第接人，以考古认捌台湾文化的庄金华拢得奖。文化部表示，今年头起先有224个由各界推荐的文化推广人士，落尾选出15个来自各界的文化守护者得到文协奖。记者阮条随台北报道。新竹区图书馆关东分馆10月初才拄开始使用，想袂到也未半个月就传出囡仔配合图书馆烫鞋啊穿帽仔的规定，入去内面无到3分钟，囡仔就骨跋倒，摔甲流血流地。囡仔来图书馆看册，竟然跋甲流血流地，因为图书馆涂骹厝的柴苦地板伤过头骨，加上囡仔骹穿袜仔，无细力才会跋倒，造成规面拢血。有家长是讲，拢会替囡仔准备止骨的袜仔，囡仔穿了较安全。我觉得还好诶，其实小孩应该是要穿止滑袜，因为比较小的他们确实如果穿袜子会滑倒，但是其实小朋友的袜子应该是会有止滑的效果。如果说在室内的话，它的地板是不是应该在整修过或是整理过啊？因为小朋友穿那个袜子没有止滑嘛，没有止滑一定会滑倒嘛。新竹市关东地区的这个图书馆，月初才拄开幕，还未半个月就传出意外。市府表示，未来会增加软的地板、厝地涂骹，以免意外搁再发生。发生滑倒事件的当下，馆员第一时间是给予止血安抚。那当下我也有致电给家长表达歉意。我们正在研议增设止滑垫地毯或者是
地电的部分。原本应该是安全的所在，却因为地板的关系，变成危险的越托环境。手工第一改善也未完成的这段时间，会先开放予民众甲囡仔先会当免穿袜仔，就通入去内底。也提醒大家，伫内底行的时阵要注意安全。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因为少子化的关系，真侪国小人是愈来愈少，可能就爱收起来。不过，伫咧屏东的昆定国小高联分校，虽然只有46人，不过因的课程办甲真精彩，有厨艺、唱水等等。真侪家长是愿意千里迢迢甲囡仔送来遮读册。伫面镜囡仔伫海内底练习下场，看起来亲像夏令营的活动。说是屏东昆定国小鹅銮分校正规课程，唱水、沙坡顶全国独有的教程，互袂少家长愿意每天来回40公里，将囡仔送来这间学生达有46人的偏乡国小分校上课。垦丁国小鹅銮分校其实是位于全台湾最南端的地方。那这些越区的家长呢，其实来我们这边都非常的远，每天来回2趟接送，就要花掉他们将近1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些家长真的非常的辛苦。就伫咧真侪国小受少子化冲击，学生人数愈来愈少的时阵，昆定国小鹅銮分校靠着特色课程跳出困境。后来接近半数囡仔来自学区外，唔拿罕有课程，昆管处人员介绍绿溪生态，透过实地体验甲上课，互囡仔更较了解恒春半岛的海陆生态。很多校外教学，就是哪方面的？潜水，或是去别的地方过夜什么的。功课比较少，不然在台北都6样，有时候10样。囡仔伫水底甲海龟做伙游泳观察选学，搁伫海底捡粪扫净海。囡仔伫耍水的过程当中学习接近大海、甲海共存。学校透过特别的海洋课程，和保育的观念对细汉开始，嘛为海洋永续尽一份心力。记者陈焕武、柯正准屏东报道。台湾原生的甲蛇龟甲赤皮龟特别绝种啊！而且咱国内即马也要成立龟类的保育教育园区，若要照顾即寡龟，也要来研究甲做复育。照护管理员向民众绍介这乌龟，边仔阁有研究人员咧记录乌龟成长的资料。这是国内第一个专门只有照顾龟类动物的保育教育园区。阮也收容保育，嘛做教育推广。这乌龟足侪，因为阮厝里嘛有饲啦，来这参观者看一下这个其他的物种啊。觉得这里的那个导览老师介绍的非常丰富，然后我也真的是大开眼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乌龟。龟类的就是照养展示，然后去营造说是一个符合动物福利的一个就是展示区域之外，主要就是去想要推广说就是我们龟类保育生态保育教育的一个推广，以及作为原生龟就是研究的一个平台这样子。这个龟类保育教育园区为伫2019年成立到今。主要是照顾台湾原生种的石蛇龟甲彩冠龟，教育园区保育，这是教育甲研究的场所。内底无医生嘛无空间去收容民众捡到也是无爱饲的乌龟。量体重的时候会顺便看它的外观啊有什么受损，那可以透过它的体重或是外观来去做一个健康检查这样子。如果民众有收到或是捡到这些路障的乌龟，不管是野生的还是受伤的，那其实比较适合的是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做联络，那当地县市政府会提供协助跟处理。教育园区表示，经过适当的时间，内底计共收容将近800只的龟类动物，考虑到防疫的安全，所以只开放教育有用的导览。未来会向栖地野放的目标来进行，让台湾原生种的龟类生态达到恢复平衡。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东山白河千尾碰干崩咧大出，今年顶半年因为靠花无雨水，农会是预估讲今年产量平应过会减少2成以上，目前计数是无受到影响。农民也讲，因为今年无水的关系有较细粒，毋过甜度也要对咧增加。一粒粒青茎叶的碰柑，搁伫咧树仔顶等伊变黄。3月开始，台南东山白河第9个碰柑就正热3季。不过因为今年顶半冬等无雨水，地处碰柑迄当时等要开花，受到真大影响，花拢开袂起来，造成有开满花现象。东山农会指出，估计今年产量减2成以上。最主要是靠花，无生，有生种了，若准讲万花，种了细粒，足细粒搁青。最近有的万花拢无通加，产量绝对今年减啦，减到有3-4成，以往安尼啦。
台南的青皮碰柑大部分拢种伫咧海拔300到500公尺之间的山坪，当面讲这特别好食的关键，主要是靠日夜温差。天气愈冷，碰柑就哪黄哪碰，因为无雨水，果粒整体平均嘛平永年较细粒。不过过节甜度煞甜得甜不不，东山农会表示，今年碰柑一斤30至50块，目前继续平均。就低耶，很多汁，很好吃。但是你跟我说要干嘛都这样子。哦。预估今年的青平碰柑因为到12月中可能都还有那个，民众还是有买的机会嘛？对。北河区公所今嘛当咧规划办相关活动，因咱算伫咧11月碰柑大出的时办碰柑节，替农民斗相共行销在地碰柑。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国立台湾戏剧学院今年是第4年举办湖光山色艺术季，歌戏的部分呢是由表演艺术保存者王金英老师甲小咪老师两位国宝亲身扛架，甲这连本戏精彩站头扣出来做，剧本也拢甲写做是4句联，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即马伫舞台顶长伫搬的就是甘国宝过台湾。这出戏伫台湾已经流传真侪年。今年由歌仔戏的传统表演艺术保存者王金英老师和小咪老师，甲因的功夫拢教予台湾戏剧学院的学生，按算要伫11月演出。这出戏原本是内台的连本大戏，王金英老师甲要演10天的戏改编做2点钟，由小咪老师编排骹步手路。当伫咧排的时阵讲，哎呀，是要安怎拖上舞台咧？安尼心肝安尼足急的啦，毋过急嘛急无法度咧。这戏的部分、唱腔的部分是爱一步一卡印。两位国宝级的歌仔戏演员亲身看教学生，除了重视身段，嘛真要意学生的台语发音。王金英老师讲，这届特别甲剧本改编做全4句联的形式，除了表现台语的艺术性，嘛毋望学生的台语腔爱讲好正，互观众在看戏的时免看字幕嘛听有。演戏的精神最重要的，搁有安怎甲身段，安怎甲情绪，安怎甲字教好正。这最重要的。王金英老师甲小咪老师，因的唱腔拢甲别人搁较无共款，这也是真困难爱去克服的。甘国宝过台湾这出大戏，会伫国立台湾戏剧学院所办的湖光山色艺术季活动期间演出。除了歌戏、演歌，也有客家戏、京剧等等各共13场演出。活动按10月中办到12月初3，希望会当邀请民众做伙来欣赏精彩的戏剧演出。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迪士尼要庆祝100周年，有500多位角色的影片要来庆祝生日。不过，当咧罢工的好莱坞演员工会不办迪士尼拒绝因加薪水的诉求，也要去到迪士尼的加州总部头前示威。Is that it? They all gone? Oh boy! Come on, Minnie. 迪士尼环境百货推出9分钟短片，由迪士尼上经典的动画角色米老鼠展开，刷到历年迪士尼动画工作室所创作的角色同齐做伙，为白雪公主到102电狗，为玩具总动员到冰雪奇缘。有500多位漫画人物共同参与这场生日会，片中无被基理想已经过身的创办人华特迪士尼致敬。Darryl Zanuck, distinguished producer, receives the Legion of Honor from the French consul. 华特迪士尼伫1923年甲弟弟路易迪士尼伫好莱坞成立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因推出的第一个漫画角色，其实是一只叫做奥斯华的幸运兔仔。不过因为合约问题被迫放弃，后来华特迪士尼在坐火车的时，创造出一个以鸟智为原型的漫画形象，才互米老鼠伫1928年透过气准为离回这部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的动画片，一个也出名。8年来，除了伫动画世界时代磨练，迪士尼后来更加积极的扩大版图，设立将南影视制作成立主题乐园，并购电视台甲体育频道同时推出串流平台，成做出名的多元跨国媒体集团。也毋过，到伫迪士尼成立100年的重要时刻，当咧罢工的演员工会所组织迪士尼加州总部头前游行示威，以另外一种方式为迪士尼庆祝生日。Today is the 100-year anniversary of Disney Studios and day 95 of the SAG-AFTRA strike. We would love to be a part of the celebration with Disney, but unfortunately the CEOs walked away from the table just last week.
So we're gonna hold a party of our own out here. 迪士尼最近几年经过疫情等因素冲击，造成营运落盘。内部目前当咧进行整顿，今年以来已经裁员7000人，营运罢工危机，恐惊只是经过100年的迪士尼未来需要面对的经济挑战之一。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又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到新竹对21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2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